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的9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一篇，箴言第30章18到33节，罗马书11章25节到3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正的智慧。聪明甲智慧是无共款的。咱会讲这耍小聪明啦吼，但是咱袂讲小智慧。但是智慧嘛阁有所分别啦吼。对圣经的观点来讲，真正的智慧是对上帝遐来，对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。保罗甲罗马教会基督徒提醒讲，兄弟姊妹啊，有一个奥秘的真理，我望恁通知，免得恁总是认为家己是聪明的。真理是部分的以色列人真固执，就爱等到甲外邦人全数拢归向上帝了后，迄个时阵，全部的以色列人一定会得救。亲像圣经所讲，拯救的要对色安出，伊要除掉雅各子孙的罪恶。这个教导是要叫咱，毋是要叫咱这个掠家己做聪明啦吼。也因此是这个所在，咱会当看到，有一寡人也会来误解，比如讲，犹太人传福音的责任啦吼，伫这段经文中间，因看到部分是讲，部分的以色列人因真固执，所以就爱等甲外邦人全数归向上帝。迄个时阵，全部的以色列人就会得救。所以有的人掠做聪明，以明白上帝的旨意。甲这段经文就直接跳去后壁，就是讲外邦人得救了后，以色列人才会当得救，以色列人会全部得救。但是因却无甲迄个重点放伫外邦人全数拢归向上帝，却跳过，也是讲忽略外邦的福音，因真积极要向犹太传福音。但是其实真正智慧是来自敬畏耶和华，亲像箴言第1章第7节的经文安尼讲：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的人藐视智慧甲假释。另外，咱搁伫箴言9章的10节，咱看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人捌至圣的，就是聪明。这个至圣是咧指上帝啦吼。咱看见敬畏耶和华伫这个所在咧讲的是甚物意思？其实足侪人甲解说讲敬拜是讲去做礼拜，礼仪式的敬拜，并毋是今仔日的经文中间的重点。圣经咧讲的敬畏，是咧讲人着爱用诚心来敬拜上帝，诚心来敬拜上帝，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听叹上帝的声音，来跟对上帝的脚步，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代志，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代志，用上帝的标准来判断是非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啦吼。除非咱会通完全降服上帝的引带下面，也好啦，亲像亚伯拉罕，伊家己毋知影上帝的旨意，但是伊单纯的跟对上帝。虽然伊伫这个中间捌行差错的路，但是伊总是归回。
这就是真智慧啦吼。毋是坚持要对家己的意思来行，坚持要行家己的路。咱若伫圣经看见所罗门王，伊追求上帝的智慧。伫圣经的记载中间，咱也看到，伊回应上帝讲：你的奴仆我的老爸大必用诚实公义、正直的心行伫你的面头前。你就伊来施大的恩惠。那搁互伊尊留这个大恩典，赏赐一个囝坐伊的位，哈那亲像今日共款。伊讲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现在求你，互你的奴仆接续我的老爸大必做王，但是我呢，真细汉，毋知应当安怎来出入。奴仆踮伫你所竞选的百姓的中间，这个百姓济甲袂通算数，所以求你赏赐我智慧，通好判断你的面，会当辨别是非。若无，什么人会当判断这的正百姓呢？所罗门所求的智慧，就是用上帝的判断，用上帝的智慧来辨别是非，就是用上帝的眼光啦，吼。这是记载伫列王上卷第3章的经文。一位有真正智慧的人，伊袂去坚持行家己的路，会去选择来行伫上帝的道路顶悬，这是非常明白的事。罗马书11章的经文安尼讲：犹太人拒绝福音，成做上帝的对敌，结果互恁外邦人先得到利益。外邦人因为什么会得到利益，并毋是因为因是外邦人的身份，乃是因为接受着救恩。这就是智慧的判断。犹太人因为骄傲拒绝基督的救恩，所以因失去智慧，错过了救恩。但并毋是因为安尼，因就得袂到上帝的疼。保罗佮继续来提醒讲，佮根据上帝对族长的应允，犹太人犹原是上帝所疼的，因为上帝选调的恩典从来毋捌改变。进前恁外邦人无顺服上帝，现在因为犹太人无顺服，恁得到上帝的慈爱。这拄则牧师所咧讲的，毋是因为外邦人的身份，是因为接受。31节讲，同一款呢，当因为恁得到慈爱，犹太人现在无顺服，为着是因会当伫这个时阵来得到上帝的慈爱，上帝互全人类拢伫这个无顺服的中间，通对因显示伊的疼。真正的智慧是抓牢上帝的应允，跟对上帝的脚步，听探上帝的旨意，听伊的声音。咱是毋是有听到上帝的声音？咱是毋是愿意跟对上帝的脚步？咱是毋是要用改变环境，这个对咱讲话？上帝时常会用这个改变的环境对咱来讲话啦，咱敢有听到？咱是毋是军队啊？或者是讲咱犹原坚持家己的看法，耳耳是敢无要听呢？